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第10章23节。第9章35节，耶稣行透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舍，伫因的会堂教世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。伊看到遐大阵的人，就可怜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，困苦无人照顾。耶稣阁对伊的门徒讲：通修行的真济，做工的人真少，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。第10章第1节，耶稣召集伊12个门徒来，互因有权柄通赶邪神，医治逐款的症头甲病痛。这12个使徒的名就是遮个：第一是西门，嘛叫做彼得，甲伊的小弟安德烈；西庇太的囝雅各，甲伊的小弟约翰；腓力甲巴得罗买；多马甲报税的马太；达太甲阿列斐的囝雅各；激进党的西门，甲出卖耶稣迄个以斯加略的犹大。耶稣找这12个使徒出去，吩咐因讲：恁毋通去外邦人的地区，毋通进入撒玛利亚人的城，只有着去找以色列家失迷的羊。恁去的时，着宣扬讲：天国得要实现啦！恁着医好患病的人，互死人搁活，互麻风病的人清气，搁赶出邪神。恁白白得着，嘛着白白互人。腰带内面毋通带金币、银币，也是铜币。出门毋免带旅行袋，也是2领内衫，嘛毋免带凉鞋，也是额管仔，因为工人得着食米是应该。恁无论入去倒一个城、倒一个庄舍，着探听看啥物人愿意接待恁，才去住遐，住到离开。恁入去厝内的时，着甲因请安。即家的人若愿意接待恁，着将恁的平安互因；若无愿意接待恁，着将平安收回。毋接待恁、毋听恁的话的人，恁离开迄间厝，也是迄个城的时，着将恁骹里的土粉搬互伊清去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索多玛甲蛾摩拉地区所受的刑罚，会比迄个城所受的搁较好忍受。着知我找恁出去，亲像送羊入去豺狼的中间，所以着亲像蛇遐尼灵巧，亲像粉鸟遐尼顺良。恁着提防，因为有人会甲恁掠去交互议会，伫因的会堂用鞭甲恁拍。搁为着我的缘故，恁会互人拖到总督甲君王的面前，来对因甲外邦人做见证。毋过，恁互人掠去审问的时，毋免烦恼要安怎讲，也是要讲啥物。迄时恁所着讲的会甲恁指示，因为咧讲的毋是恁家己，是恁天父的神通过恁咧讲。兄弟会出卖兄弟，互伊死；老爸嘛会安尼对待囝儿，囝儿会起来攻击爸母，甲因害死。恁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恨，毋过忍耐到最后的，会得到救。因伫即个城迫害恁，着逃走去别个城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以色列的城市恁行还袂透，人子就来。